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日新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23号，公元2018年7月6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推广新教材幸福课程揭幕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第2句佛教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司政会见爱丽丝项目学校学生及教师；第38届人权理事会会议敦促中共释放扎西文色。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新德里推广的新教材幸福课程揭幕仪式。尊者在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度是世界上唯一能将古印度文化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国家。7月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塔亚格尔体育中心举办的数千所印度学院新教材幸福课程揭幕仪式。幸福课程是新德里向各校推广的新课程，是利用音响等古印度知识协助克服人类的负面情绪。新德里首席部长阿尔温德及副首席部长兼教育部长马内舍西索迪亚和有关部门的官员，新德里市1000多所学校的校长及4000多名教师出席了仪式。达赖喇嘛尊者在揭幕仪式上表示，印度是唯一能够将古印度文化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国家，这将对人类减少破坏性情绪，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古印度知识重视内在价值，可以消除人类的负面情绪，这不是基于任何宗教，而是基于人类常识和科学知识。达赖喇嘛尊者高度赞扬了新德里市为了促进内在价值教育，在印度各校推广新的教材幸福课程。同时，尊者还介绍了古印度知识的重要性，透过复兴古印度知识，印度可以成为现代的上师。尊者还表示，虽然在佛教经典中阐述了解决我们破坏性的情绪方法，我们却没有理由不能汲取这些知识，并以世俗学术对其进行检验。解决我们的破坏性情绪，这些方法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这不涉及于寺院祈祷，而是基于世俗的理性教育。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与来自南亚各国，包括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越南、台湾、印度以及藏传佛教团体代表在印度举办了第2次戒律研讨会。7月1日，达赖喇嘛尊者与来自南亚各国，包括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越南、台湾、印度以及藏传佛教团体代表间在新德里举办了第2句佛教研讨会。尊者在研讨会上表示，藏传佛教源自印度，那兰陀传统文化开山祖师受藏王邀请到西藏传授佛法。那兰陀文化的精髓是逻辑和推理学。西藏富裕的那兰陀文化传承是西藏德高望重的各大则师和印度佛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得来的成果。在研讨会上，达赖喇嘛尊者还讲述，当今世界仍然存在杀戮、肤色、种族、姓氏等方面的歧视，但是所有宗教的宗旨是倡导爱与慈悲，每个宗教都有净化内心的潜能，所以在不同宗教间，我们需要互相尊重，并要努力促进宗教间的和睦共处。另外，因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佛教团体的祈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短暂访问后，于7月3日上午乘机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并受到了当地各族民众的隆重迎接。7月3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机场，在机场，尊者受到了拉达克佛教团体、拉达克佛教寺院协会、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第102任甘丁赤巴日宗仁波切和当地高僧大德、政要以及数千名民族民众隆重迎接。达赖喇嘛尊者抵达位于列城近郊乔朗萨的和平公园后，102任甘丁赤巴日宗仁波切向尊者供奉了象征身与意曼扎三宝。随后，尊者在行宫内短暂接见了当地高僧大德和各界代表，并发表了讲话。尊者表示，
台湾的同志被要那个就是是然要因，但俺老早查蒙古那个人，俺们国族有的开始的，如果也就是要嘛的，是广播所以说对他是要嘛的，他跑个。老大也见起来什么倾向？那个广播嘴别个他的亲，老年人的亲。哎，你明白？这个草原内空气大了呀，入住也见的亲戚，想也或者想，那这个吃不起，只有旅游者，说是你缺的人凶，给拍下和买呀这些都是。送的的，小要不从小，养家的那个人，俺差不多了呀。出去吃是需要这个，俺差不多这。可是每个地嘞，啊，在喜马拉雅地区，地基上就过着了。喜马拉雅地区，但努拉达呢，下门不多，就光看也不低的。哎呢，先用个点呢说呀，点这个，可是稍微收下，可是每个人点来投诉，俺这说不起来，这样我打死。后达赖喇嘛尊者向在场的各界代表谈到了他的3大使命中对促进宗教和谐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学习佛法的重要性。尊者指出，可是每个点嘞。然后每个月吧，可是地嘞，说这巴黎有住卡给我做的，哎呢，给我卡的那个估计那个路去退下，这，我说那个内地学民，但看到俺的这个扎桥去，这个这个那么这下的搞是个没事。啊，我出去也是，俺30年那个去的，到6年中出去拉起不来是，但他的突然是这些么拿来要的是，突然是这些么拿了，个月的没啥的，就他们的意思，他开始是来，那么那程度啊，个突然要的钱呢，就是这么多啊，但的，人们那个别日什么这边区域，印度人，呢，犹人。Christian 人，大概那些穆斯林人，大概的区域做些的，长把的人是生产没些的要的，实际上的，绝对有的呢，就他的人呢，个个都还是。哎，那上届的去了下乡呢，得住个他呢，平常30个人多了呀，那就这样讲呢，平均到老中下这个，民主人都是用个要的是。加上个，就是这基本上来要的，搞得我们也得还上全部请要的，什么也得请要嘛的是，是真正印度区域考题的，他在印度各个都是的，我觉得是嘞。在谈到生态环境时，尊者指出，因受全球暖化影响，拉达克不再像以前那样大雪封山，而周围高山上的积雪也逐年减少。尊者呼吁拉达克民众要提高环保意识。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与会的各界代表谈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尊者强调，我的身体非常好，大家无需担忧。7月4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从和平公园乘车前往大昭寺参访，数千名列城民众身穿盛装，手持鲜花和哈达，沿途迎接尊者的驾临。达赖喇嘛尊者在抵达列城大昭寺时，受到了102人感电持巴日宗仁波切、赤宗仁波切、印度国会议员图典茨王和查木克什米尔邦议会议员认真决然，以及拉达克佛教协会主席茨旺赤类等隆重迎接。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在参访列城大昭寺正寺之宝托释迦牟尼12岁生像后，向聚集的民众发表讲话。教导拉达克民众要重视对佛法的修学，并促进宗教间的和谐。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的各界代表和民众谈到了复兴古印度文化，
并强调他对这一主题及其对世界带来潜在的利益有着极大的兴趣。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见了来自印度北方瓦拉纳斯爱丽丝项目学校的师生，并向他们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运作状况，以及鼓励全体教师只要每个人做出努力，终究会取得成功。6月27日，印度北方邦瓦拉纳斯爱丽丝项目学校的60名学生和8名教师参访达拉萨拉，并在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会议厅觐见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司政与师生在互动交流时谈到了他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达吉岭藏人社区到世界顶级的哈佛学院，以及成为民选的西藏政治领导人的全部过程。司政还鼓励爱丽丝学校的师生，只要每个人做出努力，终究会取得成功，以及教育对现实的生活成功的重要性。司政还谈到了最近访问以色列的情况，对犹太人争取自由斗争与西藏的自由运动之间进行了比较。司政表示，如果犹太人能够在异国流亡2000年以后取得成功，那么西藏人也可以做得到。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日内瓦举办第38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欧盟和德国提出了有关西藏的人权状况，同时重申了要求释放被任意拘留的、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色。6月20号，在第38届人权理事会议中谈到的议题是需要理事会注意人权状况。德国和欧盟代表提出了他们对中国侵犯人权和大规模侵犯宗教自由等问题。根据德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的推文声明，欧洲重申要求中共遵守其国际义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少数民族的权利，其中还包括西藏母语保护者扎西文色在内的维护人士及维权律师。欧盟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并进行调查在拘留期间的虐待和酷刑的案件。德国代表还强调呼吁维护人权的自由，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扎西文色在内的所有人权维护者和政治犯，并全力配合联合国特别程序。自从扎西文色被任意拘留后，德国和欧盟一直对此案感到担忧，并一再强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人权状况。德国代表还表示，在中国恶化的人权状况，特别是维吾尔人、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面临广泛歧视和拘留状况表示担忧。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谢谢。